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快報，我係婷婷。今日係美東時間7月8號星期三。中國多個地方近日頻頻傳出因為天氣嘅因素導致嘅災情，其中湖北東部多個地區出現大降雨、雷雨大風，甚至係龍捲風，死亡嘅人數持續上升。廣西南寧市因為大降雨導致水庫萬頂同埋決堤，死亡人數亦都有所增加。另外，受到大雨影響，全國有62條河流已經超過咗警戒嘅水位。綜合大陸嘅媒體報道，受到降雨影響，6號到7號期間，廣西嘅貴江同支流桃花江、廣東嘅北江支流水邊河、湖南嘅支水等等62條河流超出咗警戒水位，其中廣西嘅清水河更加發生有紀錄以嚟最大洪水。另外，太湖周邊嘅杭嘉湖河網區亦都有4個觀測站嘅水位超過咗警戒線。咁喺6號到7號，湖北嘅黃石、黃岡、鄂州、咸寧等地遭遇大暴雨同埋雷雨大風，有53個鄉鎮曾經出現雷雨大風，其中2個鄉鎮嘅風力達到13級。部分嘅鄉鎮更加出現咗龍捲風，直至到今日中午，已經造成1.46萬人受災，11個人死亡，1個人失蹤，331個人受傷，緊急避險996人，轉移安置有246人，倒塌房屋22間，損壞嘅房屋有4855間。咁報道提到啦，今次嘅強對流天氣突發性極強。短時間內風力非常之大，根據中共國家標準，風力一共劃分為18個等級，11、12級嘅風喺陸地上已經非常少見。咁當風力超過12級嘅時候，就代表住會對陸地嘅地面造成極大嘅摧毀啊！咁喺繼續更加多新聞之前，唔記得幫我哋點個讚、訂閱粵語快報，多謝大家嘅支持。7月7號上晝，廣西南寧市通報，直至到7號朝頭早11點，橫州市嘅死亡人數增加到4個人，8個人失蹤，受災人數大約84700人，已經轉移咗53808人。而賓陽縣就有8606個人受災，已經轉移咗8000幾人。不過咧，由於中共一路係講大話，所以真實嘅數據應該係更加嚴重啊！咁喺7月6號中午，廣西南寧市發出通報，話喺外圍橫州市嘅陸南水庫喺6號朝頭早發生嚴重嘅險情，個水壩出現咗缺口。另外，廣西嘅雲表水庫亦都出現萬頂同缺口嘅情況。咁喺賓陽縣嘅陸旺水庫就出現咗萬頂。咁喺7月7號，橫州鎮龍鄉嘅村民李文就話俾大紀元聽，話有一條橋俾洪水沖斷咗，房屋倒塌，成個區斷電、斷水、斷網。而家入邊嘅村民出唔到嚟，出邊嘅人又入唔到去，成個村就好似一座孤島啊！村民都要匿埋入山。咁李文話喺鳳丹村就有大約380個人被困，嗰度仲發生咗山體滑坡，即係山泥傾瀉，村民嘅屋都倒塌埋。而家好缺乏一啲飲用水、食物同埋雨具，老人家同細路喺山上面又冇衫着，又冇嘢食，聯絡唔到，捱得一日得一日。咁到今日下晝啦，先至有救援人員到。咁好彩佢屋企人係冇事啊！咁喺7月4號以嚟，廣西接連遭遇特大嘅暴雨侵襲，南寧市、橫州市雲表水庫出現咗2次嘅崩潰，下游嘅多個村莊遭遇嚴重嘅洪災災害，幾千個村民已經轉移到去山頭嗰度避難，但係仍然有村民被困啊！雲表水庫出現缺口之後，下游受災嘅阿坡村先至係受到衝擊最嚴重嘅區域。咁根據村民影到嘅片顯示，成條村都被一啲混濁嘅黃色洪水淹沒，水流係非常之急喘。咁喺畫面入邊睇到有一棟紅色瓦嘅門樓啊，淨係露出咗佢嘅屋頂，周圍嘅牆都被沖爛晒，有多棟嘅民居1樓完全係浸喺水入面。一架白色嘅私家車仲被洪水沖到去一個屋頂嘅邊緣，水面漂浮住大量嘅雜物同垃圾，成條村陷入咗一片汪洋啊！咁喺亞坡村有一個村民柳林，就喺7月7號接受訪問嘅時候話，
行上山嘅村民有成千人，大家成晚都喺度焗住喺山上面企喺度，或者係踎喺度。失蹤人口仲未確認，估計至少有2位數。咁琴日朝頭早11點左右，水庫就崩咗，大家就開始走上自己嘅屋頂避難啦。嚟唔切走唔到嘅，屋頂冧咗都冇辦法啊！咁下晝退水咗之後咧，可以行路，大家就慢慢爬上山。最犀利嘅地方係浸咗有2層樓咁高啊！咁亦都有人話，今日下晝村入邊嘅水先啱啱退，亦都有人仲話，今朝早有部分嘅村民先至返屋企，可以去到有3層樓高嘅鄰居屋企嘅屋頂嗰度住宿啦。咁高嘅地方嘅話，2樓都可以住。而家失蹤嘅人口仲未統計，物資係用無人機運入嚟。咁琴晚啊就有村民走到去山上面，今日落山啦，晏晝先至有物資送到啊。咁仲話連續崩咗有2個水庫，啲水嚟得太快。綠南水庫對我哋村嘅影響唔大，主要係靠近我哋村嘅雲表水庫崩潰，啲水一衝到嚟入村啊，就喺主河道附近嘅村民失蹤係最多。河道邊有好多戶人家，失蹤人口仲未統計完啊。咁根據界面新聞嘅報導，由6號朝頭早9點開始，村民陸續向後山轉移。有一個係嚟唔切走，被困喺屋企嘅村民話，洪峰上漲嘅速度非常之快，佢當時係被困喺屋企嘅3樓，完全冇辦法撤離。咁呢一個村民話，雲表水庫2次缺口崩潰，第一次大約係6號嘅10點半左右，第2次洪峰嘅衝擊力更加強，將佢屋企前面嘅大門同埋圍牆全部沖冧晒，沿途有多間嘅房屋更加被洪水推平啊！咁根據新京報嘅報導，喺雲表農貿市場附近有一家3口被洪水困咗10個鐘之後被救出，當時佢哋被發現嘅時候，3個人係被困喺一間房屋入邊，所處嘅位置淨係連一個10厘米都冇嘅狹小嘅空隙啊，用嚟維持正常嘅呼吸。有一個女居民佢就話，佢當時曾經嘗試過去潛水逃生，但係潛到一半啊，發現根本冇辦法。咁另外啦，廣西洪水肆虐，沖毀咗當地嘅養蛇場，導致有大量嘅養殖蛇逃走，其中包括係有毒嘅眼鏡蛇等等啊，已經有唔少嘅人俾蛇咬傷。咁由於交通中斷，缺乏物資啦，被咬傷嘅人冇辦法得到及時嘅救助，只能夠靠自己諗辦法去自救啊。跟住我哋嚟關注一單航空嘅消息。7月4號，香港國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飛去倫敦嘅客機喺東歐嘅羅馬尼亞上空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聯繫，咁北約咧即刻派咗戰機升空，作出一啲目視嘅警告啊。之後控制塔同客機恢復翻聯繫，危機先至得以解除啊。匈牙利嘅國防部長森迪就喺社交平台發文表示話，7月4號一架由香港飛去英國倫敦嘅空中巴士 A350 客機喺4號下晝1點42分飛到羅馬尼亞空域嘅時候，未能夠同羅馬尼亞嘅航管局部門獲得聯繫，同控制塔失去咗聯絡。咁呢一件事咧觸發咗北約嘅快速反應警報，同羅馬尼亞接壤嘅匈牙利空軍接報咗之後，即刻派戰機升空進行一啲目視警告。咁涉事嘅客機之後重新聯絡翻控制塔，戰機之後亦都翻返去空軍基地啊。咁根據了解啦，涉事嘅航班係國泰 CX257，機上面最多可以搭載334個人。客機當日最後係準時抵達倫敦嘅希斯路機場。咁喺7月8號，香港國泰航空回覆媒體查詢嘅時候話，7月4號由香港飛去倫敦希斯路嘅 CX257 航班，航機曾經從沿途嘅航空交通管制部門經歷咗短暫嘅通訊中斷啦。咁有關當局按照國際公認嘅處理程序，作出咗攔截嘅順序安排。航機喺通訊之後回覆返正常，咁按照原本嘅計劃前往目的地啦。
呢一個航班一路係用經過批准嘅航道營運，期間航機同埋機上面所有嘅人員安全亦都冇受到影響。機組人員當時已經即刻通報相關嘅事件，而家調查仍然喺度進行緊啊！咁以上就係今日節目嘅全部內容，多謝大家嘅收睇，唔記得點讚訂閱支持粵語快報，大家嘅支持亦都係幫助我哋將更多重要嘅信息傳遞出去。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